熊猫宝宝刚满1岁半，快乐充盈着它最初的生命记忆。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好玩的，还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除了小伙伴，这里还有别的熊猫。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培训圈室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穿着这个熊猫伪装服，然后这个伪装服上面我们也会涂上熊猫妈妈的粪便还有尿液这些气味，就是为了减少人的气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就是让培训的大熊猫不要接触到人类和依赖人类。如果它要满足在野外生存的话，首先它要在野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基本上就是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它放归到野外。在人类建筑中出生的熊猫宝宝，并不知道，人与自然早已许下一场约定。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回归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丰饶的山林，有它的万物朋友，有它真正的家园。今天外头有雪，我们注意安全哈。把东西干粮收起，东西带起。这个雪还是没化的哦，要注意到，要起。每年冬天，何小安都会带队来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山林。他们出发的营地正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棚。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据说源于从厨房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上世纪80年代，以熊猫专家胡锦处、乔治·夏勒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科研工作者，就在这个条件艰苦的五一棚里，首次对大熊猫生物学、生态学、种群、繁殖等多项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科研人员从这里出发，将大熊猫保护研究的星火不断扩散。在野外，大熊猫它是不冬眠的，它1年4季中很多时间都在海拔较低的竹林里面觅食。到了每年的6月份，更高的海拔的地方的竹笋开始发芽了，这种竹笋呢含糖量更高，熊猫也喜欢吃，所以说它就继续的向高海拔地区迁徙。到秋天气候转冷的时候呢，它们又会回到海拔较低的竹林里面觅食，1年4季如此循环，丰富的竹子资源确保它们种群的延续。时至今日，在山野间开展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和监测工作，何小安拥有比前辈们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前我们搞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的时候呢，把大熊猫套个颈圈，然后去监测它行踪。现在我们就用红外相机，也对大熊猫没得干扰，没得打扰。高度在1米左右，1米左右要对到这个大熊猫过来的这个痕迹。我们上次走点儿取回去的相机，里面不光是拍了大熊猫，还有水鹿、毛冠鹿，还有小熊猫都看到了。这是我们把这么干的灯。何小安一行脚下的土地，其实只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小部分。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标准为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
包括在科学和保护层面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遗产面积为9245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5271平方千米，有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在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大熊猫毗连栖息地，包括邛崃山和夹金山的7个自然保护区和11个风景名胜区。该遗产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生长着5000到6000种植物。我们知道的横断山区的动物也是几百种，所以熊猫成为一个我们在保护上叫做旗舰物种。它像一把大伞一样，我们也叫伞形物种哈，罩住了小兄弟们。实际上，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生物资源。我们整体的保护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整体的保护我们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实际上，我们大熊猫栖息地的这种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一个概念上我们这个理念上的进步。大熊猫喜欢独处，但并不孤单，无数生命蓬勃于此，与它相伴。你看这儿。这个是水鹿的粪便了嘛？水鹿也是大熊猫的那个伴生动物之一。水鹿活动的区域呢，也是大熊猫爱过来活动的区域。相当于它也不竞争，它也没有食物竞争，你各吃各的东西。有水鹿的地方不一定有熊猫，但是有熊猫的地方，大多数都有水鹿。时间对每一种生物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地球先后存在过约5亿物种，至今尚存的约有近1000万种。很多物种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大自然淘汰，唯有大熊猫，这种来自800万年前，早在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就开始出现的稀有生命物种，成了当今地球上动物的活化石，原始生命的遗老。在200万年前冰期的时候，那么熊猫它能够适应了这个冰期的古气候的变化，那么它生存了下来。而同时代和它一起生活的，包括像剑齿象啊、古猿呐，还有尖翅虎啊这些物种，就灭绝了。再往后走，由于最后一次的冰期，以及到了全球人类的活动，那么大熊猫的种群就出现了急剧的一个崩溃。国内很多有熊猫分布的地方都变得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熊猫就只在秦岭和四川还留下来分布。竹子，大熊猫的美餐。四川是中国著名的混生竹区，竹种资源丰富，居全国第一。摇曳的竹叶，见证了一场生命进化的传奇。熊猫本身属于食肉熊科的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原先进化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吃肉的。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熊猫，基本上99%都食竹。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竹子到处都是，而竹子是它生活这个区域，也就是北温带一个特别普遍生长的一个植物，而且1年4季常青，所以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猫靠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弱的选择哈，生存了下来。它实际上是演化中的一个优胜者。四川盆地气候温润，
环境多样，因蜀道难而人迹难至。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也是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最终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下来的诺亚方舟。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彭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大片的适合熊猫栖息的森林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4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Panda 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1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高富华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这里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阿尔邦大卫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了3次旅行考察。1869年的2月21号，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到达今天的宝兴。他在这里待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在宝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2色的奇异大型动物。当地人告诉他，它叫黑背熊。他在这里走遍了宝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91声。在猎人的帮助下，1869年4月1日，一只火鸡动物终于送到他的手中。回到教堂，阿尔芒·戴维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本，写道：“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经辗转，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经鉴定，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背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据考证，日本在唐朝的时候来进贡，后面武则天回礼就回的是大熊猫皮。中国人历来对大熊猫其实也有自己的名字，比如据史书记载，比如叫貔貅、叫墨、叫石铁兽，只是按现在的科学的分类系统把它命为大熊猫。古代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它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
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呢？因为它今天的熊猫毕竟是生活在人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错的，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或者是甚至是城镇的这个发展，栖息地的破碎化，对熊猫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大熊猫在人类大踏步征占领土的进程中，不断辗转腾挪。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物种，将自己的足迹缩小到四川、陕西、甘肃3省的部分山区，而适于大熊猫生活的地区仅占上述区域的20%。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它的现在熊猫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就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存。再往东是四川盆地，全是人，是农业，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熊猫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这一窄条。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这个是我们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手机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的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1年半，到2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的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4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这是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点。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熊猫为什么不来申请？当然，大熊猫栖息地遗产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中国正式的申请这个自然遗产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2005年国庆节前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里考察，转眼间17年过去了，故地重游，感慨万千啊！再回首，多少往事浮上心头。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走来一个戴维。戴维谢泼尔说：“2个戴维相约100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这个地方介于宝兴西河到东河的中岗山。当年我跟随戴维谢泼尔，在考察大熊猫栖息地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
突然对讲机传来前面发现熊猫，是不是让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维尔说：“不，我们已经闯进它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它的生活了，别再打扰它了，让它离开了，我们再生活去。”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啊，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成为该年度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假如是在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的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我们在保护的同时，所以也会要兼顾大熊猫栖息地周边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大熊猫的长远续存，真正的维护或者说形成人类和自然的一个生命共同体。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成功完成了第1期野化训练，进入了2期训练阶段。因为2期的话，这个培训圈大概占地是1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1阶段转移到第2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警圈。日常的话，我们会通过无线电去监测它在这个培训圈里面的位置。野化训练仍在继续，但刘小强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也许那时，熊猫宝宝将会真正迎来独立，去广袤天地间，开启它新的生命旅程。从它的这个出生，它的每一个进步，从这个走路啊、爬树啊、采食这个竹子，自己寻找水源、躲避危险，其实它的每一次这些进步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说，整个花下来的精力和这个时间，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还要多。我们打开这个放归笼的时候，这个培训的熊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其实我们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的，但是伤感归伤感，就是看到它这样头也不回的跑到这个竹林里面去，它能够回到它真正的家，其实我们就也感到一些欣慰吧。相遇在离别，迁徙又回归。1万年来，人与自然就在这命运的纵横交错中，摸索着彼此的相处之道。
人类总不由自主地将萌与可爱等种种美好词汇赋予给熊猫。只是，熊猫就是熊猫，它拥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独特内涵，无关人类想象，无需人类打扰。守护住眼前这片从容的家园，人类责无旁贷。毕竟，苍茫大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熊猫的家园。